我都买。就凭你呀？就凭我。看清楚。见到你这个乡巴佬就晦气。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漂亮，真不愧是美女，穿什么都那么好看。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喜欢的人又不领情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这么大的美女站在迟墨面前，他还有时间去看别人呀？现在见他一面啊，都还得去他公司呢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俩都订婚了，怎么还这么生分？照我看，你得用点手段。如果你跟迟墨生米煮成熟饭，那迟墨他不想结婚都不行，你说呢？你替我看看吧。很好，我们可以再去试2件啊。啊？这么多都不合适，你们说我是不是太没有气质了？我怎么觉得这些衣服挂在模特身上都挺好看，但是一穿到我的身上，就完全不是那个感觉。哎呀，小主并不需要妄自菲薄，依我看来，这些衣服都配不上你的气质。就是，像这种小店的衣服，当然配不上你了。哎，我觉得那家好像也挺好的。那家很贵的。贵才适合你嘛。这让自己的女人困扰价钱问题的男人，都不是好男人。哎，走，咱就去那家，挑贵的买。走。走。哎，来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还不错。这个，哎，太便宜了，不行。这个好不好？哎，你说这个颜色适合我吗？这个贵。有些人一进来啊，整个店的格调都垮，到胃口。我随便看看就好了。啊，不会就是你说的好聪明吧？可不是他，有些人啊，还真会自不量力。这个不好。这位小姐的1个月工资，也就够买这件网上的 A 货吧。她要是穿上你们家品牌的衣服啊，整个牌子都 low 了。我，说，这个女人不好惹。怎么就不好惹了？哎，我说你呢，哎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欺负我没问题，但是你不能欺负我们家聪明，听见没？我要这件，还有这件，好的，好。还有这件。啊，好。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要的不是同款，我要的是他手上这一件。这里的衣服不是每一个人都配穿的。你给我打住！你要干嘛？我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店里面所有东西全都买，这个、那个，还有这个、这些、那些，所有全部我都买。就凭你呀？就凭我。看清楚。见到你这个乡巴佬就晦气。怎么打人啊？不是我。好了，神经病是不是？行，疯婆子！好男不给女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唐花不要生气了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被人打过。是。唐花。谁让你对我如此冷漠？我走这一步，是你逼我的。哇，这么多贵重的衣服，没个像样的衣帽间可不行。哎，我要攒钱买更大的房子。怎么着，财神爷，要不要赞助点？你这人掉到钱眼里去了吧？简直没救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今天我们得罪了郑宝珠，她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啊。
怕他个毛啊！他要找麻烦来找我糖花好了。哎，我当然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担心。哦，我最近在参与钻石侠的项目，估计特别忙，也没空管那些了。啊，你又回持事工作了？对啊。那估计今天糖花这一闹，郑宝珠以后肯定老是找你事儿。啊？没事啦，我都习惯了。会吗？当然会了，这女人最喜欢难为女人了，更何况还得罪过。那不行，这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如果让聪明替我受罪的话，那我宁可去找他赔礼道歉。哎呀，还赔礼道歉，没有那么严重了，糖花。哎，不行，我真的要去找他赔礼道歉。那你们俩谁也别拦我。哎，等会，我知道他现在就住在迟墨家，我带你去。走。这两个人怎么说风就是雨的？啊！家里没人。哎呀，家里没人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道歉。为了我们家聪明，我豁出去了，我一定要感动郑宝珠。哎，你干嘛？进门啊，这么小扇门，2、3下就搞定了，小意思，看我的。哎呀，拜托大哥，咱们有点素质行不行？这是叫私闯民宅，我们是来道歉的，不是来抢劫的。哎，你们聪明，你们两个跑的也太快了，聪明，你先上。我才不进去呢。你们要去自己去，我在外面等着。你没事吧？郑宝珠啊，这次是什么戏码？色诱啊？哎，你不是有件钥匙吗？把这钥匙拿上。聪明，你怎么有他们家的钥匙啊？他跟迟墨同居过。啊？不是那种同居啦。我之前被变态盯上了，然后迟墨为了保证我的安全，让我暂时住在这里。我有自己的房间，好不好？想那么龌龊。哦，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看来这迟墨还是个好人。哎，你在这儿等我们啊。没想到郑大小姐平时里是个豪门千金，私底下却如此放浪。看来以前我真的是小看你了。既然今天郑大小姐这么有雅兴啊，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雪融化后化作春天，夏
天应该不会遥远。秋天的风筝伴随落叶，冬天我单薄的鞋，等待可以比想象中甜美。我们在季节里拼命地追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只能想象我们成长未来模样。每当风吹过窗帘上，我闻到了悸动的香，那些未开口的话，究竟要什么样的速度追赶你的步伐？我看着樱花一片片落下。